呢個作曲班係好值得參加嘅。呢個機會唔係成日都有嘅。如果你對作曲係有興趣，你係一名中學生，或者你係曾經接受過康文署同埋香港作曲家聯會合辦嘅學校藝術培訓計劃作曲課程，又或者你喺作曲上面有一定嘅基礎，我哋都好歡迎你參加積體與對位進階作曲培訓課程。我覺得如果想上呢個作曲班，最主要要準備嘅除咗係音樂基本嘅知識之外，同埋係要有一個熱誠嘅心啦。咁但係其實音樂係一樣用嚟洗滌心靈嘅嘢嚟嘅，唔係話一時三刻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嘅咯。所以我認為最重要係有一顆熱誠嘅心去參加咯。參加咗呢個作曲班之後，我明白到咩叫無調性音樂。一開始我就唔係太清楚咩叫無調性音樂，主要都係集中於喺以前嘅古典音樂、浪漫時期嘅音樂。咁參加完呢個作曲班，我就更加了解到原來無調性音樂係一樣咁嘅嘢。我哋每班以12人小組嘅形式，由2位嘅導師分別係為學員進行1年期嘅訓練課程。裏邊嘅內容包括咗去攝取靈感、寫作技巧，直至到最後指導學生實踐寫作。喺上堂嘅過程中，導師亦都會可能叫我哋出嚟指揮啊，嘗試下扮下指揮嘅一啲感覺。老師亦都會派發好多嘅有用嘅筆記，令到我哋可以喺有需要用嘅時候可以攞出嚟溫習，然後幫助我哋作曲上面嘅技巧。我認為成個作曲班都已經令人好雀躍啦，因為其實裏邊所提供嘅都唔係平時可以話隨手得到。佢哋都會分別咁設置一啲嘅工作坊嚟俾我哋近距離咁認識佢哋，而且佢哋演奏者佢哋更加會好認真咁話我哋知，原來佢哋樂器有啲咩特色，有啲咩嘅技巧佢係做唔到，叫我哋唔好去嘗試，或者俾我哋知道原來我哋之前可能寫嘅一啲嘢係可能係有少少嘅瑕疵，或者喺咩一方面可以會做得更好。咁作為呢方面嘅專家咧，我覺得係其實要用唔同嘅例子示範唔同嘅演繹，即時咁樣去俾你去諗去決定。我哋係比較係實在嘅一個表演藝術家，所以其實係最能夠俾你容易明白咧，就係示範俾你睇，示範俾你聽。同埋真係有好多嘅唔同嘅可能性，可能你都覺得就係未諗到嘅，又或者你到時嗰刻，你話啊，我幾中意呢一樣，又將你嗰個眼光啊，嗰個眼界咧就擴闊咗。其實講到創作，我覺得係開發緊內心嘅想像力啦。對年青人嚟講咧，我覺得係相當之重要嘅。因為創作嘅訓練咧，我覺得係應該由年青人佢充滿好奇嘅階段去開始。佢哋能夠將到一啲冇實體抽象嘅意念變為實在嘅音樂或者係聲音。咁呢種訓練能夠開拓咗佢哋對自己嘅了解啦，訓練咗佢哋嘅意志啦，加強咗佢哋嘅表達能力、自信心。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嘅作曲嘅培訓課程係相當之有意義。我上咗呢個作曲班，除咗係有呢一個真係音樂上嘅知識，係有呢個得着同埋有增益之外，我覺得其實改變咗我最多嘅係我對音樂嘅睇法啦。我會喺度諗點樣去令到其他人覺得呢啲音樂會好聽呢？對於青年人嚟講，佢創作到嘅音樂咧，嚟到我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好雀躍嘅。最後學員會寫一首3重奏嘅作品，樂器包括長笛、中提琴同埋低音單簧管。佢哋嘅作品有機會喺課程之後一個公開嘅音樂會，由3位專業樂手演出。如果我哋嘅作品可以被公演嘅話，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嚟嘅。咁我覺得作為一個職業演奏家咧，我覺得係絕對係希望能夠係同佢一齊行呢條路，而
如果佢哋只係能夠用現今嘅科技將佢哋所作嘅嘢擺喺一啲電腦或者係一啲電子嘅媒體當中播出嚟，我覺得係唔係好足夠，讓佢哋睇到一啲有血有肉嘅演奏，我覺得係好重要。雖然唔係個個作品都有機會演出，但係只要你有心嘅話，盡你可能做好首歌嘅話，你嘅成果會有回報。願意去創作，做得好辛苦，好埋頭苦幹，但係好開心。我期望有更加多嘅同學能夠參加呢個課程，唔單止喺音樂創作上邊有能夠得益，對其他嘅學習啦，或者做人處事上邊咧都可以有所幫助。尤其喺創意思維上邊咧，佢可以得到充分嘅發展。我都喺呢度鼓勵你參加呢一個更有意義嘅作曲班啦。咁我喺度希望有更加多嘅年輕人去報讀呢個課程，能夠喺呢度獲益更多。